國立台南大學今年推動台南學，導出以着樹頂武廟作為教學甲歷實踐重要的場域。即屆應着樹頂武廟的邀請，雙方簽訂合作備忘錄。校長陳慧萍嘛表示，即屆簽署合作的備忘錄，不只是雙方合作的建立，更加代表大學甲着地方文化場域，將展開更加親善的交流甲着共學。這次能夠跟361年的那個4.5廟呢，來進行相關的那個平台的一個合作的話呢，事實上就是希望未來能夠不管是在課程上面也好，或者是活動上面也好，都能夠透過跟武廟這邊的一個合作的話呢，更加推廣我們在那個有形文化資產跟無形文化資產上面的一個合作跟協助這樣子。那其實比較重要的是，我們學校呢也有這個能量，因為我們有文化資源管理學文化資源學系，那我們有這樣子的能量呢，也有這樣子的師資，然後呢把這些就是相關的那個有形文化資產跟無形文化資產的就是相關的內容呢傳播到國際上去，然後其實也一方面呢也彰顯了台南，那一方面呢也彰顯了其實武廟也跟我們台南大學這些相關的那個機構的相關的那個合作，跟那個未來可以合作的部分可以再永續下去這樣子。李樹頂武廟主委林培慧嘛表示，因為武廟長期重視文化的資產保存，包括祭典的文化傳承，甲着文字資料的收集，嘛希望會用透過台南大學的學術研究，共同來努力。一般廟宇和學校的這個接觸較少啦，開始的想法就是阮迄個春秋兩祭有迄個615，政府主辦的迄個祭典615就是學生囡仔有6636個，迄個開始，迄個是阮對迄個人員的開始。有這個我想講，既然學校有和咱咧往來，迄是小學。以後的順想講，阮這個古蹟有一寡迄個無周濟的部分愛補，愛找教授老師來迄個查以前的資料，咱無法度愛找學術界。東港的簽約儀式包括市府副秘書長殷世熙、孔廟文化基金會執行長葉崇禮，以及校方的代表甲這位民意代表，嘛攏共同出席，見證教育甲着宗教文化合作的盛事。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